各位觀眾朋友，今日要同大家講一件好震撼嘅娛樂圈大件事。2025年11月21號，一個看似平常但又注定唔平凡嘅日子，一則由鄭則仕本人手持當日報紙出鏡嘅辟謠視頻，就好似一顆重磅炸彈咁喺網絡世界引爆咗。呢位74歲高齡嘅金像獎影帝，站喺鏡頭前面，面容憔悴但目光堅定，直言話：我還活着，但活着比死更難。視頻入面嘅佢，鬍鬚花白，身形消瘦，好似一陣風就可以將佢吹倒。左手無名指上嘅婚戒喺燈光下泛住微弱但堅定嘅微光，呢個係佢同妻子多年情感嘅見證。而右手嘅報紙頭條卻赫然寫住肥貓鄭則仕破產流落貧民窟，咁樣鮮明嘅對比，真係刺痛咗無數人嘅心。呢場持續咗30年嘅債務困局，隨着佢主動揭開傷疤，再次將香港娛樂圈嗰殘酷嘅生態無情咁推向咗風口浪尖，令到世人見到呢個光鮮亮麗行業背後唔為人知嘅辛酸同無奈。我哋將時間指針撥翻去1993年9月15號凌晨3點，嗰個決定鄭則仕命運嘅黑暗時刻。香港中環嘅某私人會所入面，燈光昏暗又壓抑。鄭則仕坐喺度，眼神入面充滿咗絕望同無助。佢死死咁盯住1949之劫後英雄傳嘅票房數據，首周票房只有127萬港元，而呢部電影嘅製作成本卻高達4000萬。咁巨大嘅落差，就好似一個無底深淵，將佢無情咁吞噬。呢部電影係佢傾盡家產投資嘅，本以為可以借呢個機會喺影壇再創輝煌。點知卻成咗將佢拖入深淵嘅罪魁禍首。當時合夥人捲走2000萬現金，嗰可係我哋全部嘅希望啊！一位曾經參與項目嘅工作人員回憶起當時嘅情景，依然心有餘悸。銀行催繳貸款嘅電話就好似催命符咁，每15分鐘就響一次。鄭先生嘅臉色越來越蒼白，整個人都陷入咗崩潰嘅邊緣。據呢位工作人員透露，鄭則仕喺辦公室入面抽咗整包煙，煙霧繚繞之中，佢嘅眼神越來越迷茫。凌晨5點，佢突然衝咗出去，嘴裏念叨住：我要找周潤發借錢，只有佢可以幫我了。然而，命運似乎並冇打算放過佢。據內部人士爆料，鄭則仕當日撥通周潤發電話嘅時候，對方正喺好萊塢洽談血鑽片約。發哥話我也要用錢，就掛咗電話，後來喺片場遇見都繞道走。該人士無奈咁講，呢通電話就好似一盆冷水，徹底澆滅咗鄭則仕心中嗰最後一絲希望。而更致命嘅打擊仲喺後面，旗下藝人張衛健，呢位由鄭則仕一手捧功嘅演員，喺得知公司資金鏈斷裂之後，唔單止拒絕繼續拍攝《肥貓正傳3》，更以未結清片酬為由，將鄭則仕告上咗法庭，索賠230萬港元。嗰日嘅法庭文件就好似一把把利刃，刺痛咗鄭先生嘅心。深水埗區議員鄭先生回憶起當時嘅場景，感慨不已。鄭先生係蹲喺深水埗街邊看完嗰啲文件嘅，佢手裏緊緊咁攢住轉票，嘴裏不停咁念叨我對不起老婆孩子，然後突然衝入當鋪，將勞力士表擋咗3萬港元。呢筆錢對於巨額嘅債務嚟講，只係杯水車薪，但最終都係用於支付咗員工遣散費。而鄭則仕嘅奔馳 S 級轎車，亦喺當日被拖車公司無情咁拉走。嗰曾經象徵住佢輝煌與成功嘅座駕，就咁樣消失喺咗佢嘅生活入面。從嗰時開始，鄭則仕嘅生活發生咗翻天覆地嘅變化。2003年冬天，香港社會福利處嘅檔案入面多咗一份特殊申請，申請人鄭則仕，住址為深水埗南昌街某唐樓8樓 B 室，面積僅80平方尺，約7.4平方米。嗰係一個點樣嘅地方啊？嗰間劏房連窗戶都冇，就好似一個黑暗嘅牢籠。鄰居林太回憶起當時嘅情景，眼中滿係同情。鄭太太每日要爬7層樓梯打水，咁瘦弱嘅一個人，扛住沈重嘅水桶，一步一步咁往上走，睇住都令人心疼。有次見佢蹲喺樓度收電飯煲，
手抖到連螺絲都擰唔上。我問佢影帝也幹呢啲，佢笑住話影帝都要吃飯，嗰笑容背後藏住幾多無奈同辛酸啊！據社會福利署2003年數據顯示，鄭則仕一家四口每月領取綜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額為6840港元，其中4200港元用於支付劏房月租。嗰微薄嘅綜援金就好似一根細弱嘅救命稻草，勉強維持住呢個家庭嘅生計。佢老婆將結婚時嘅龍鳳燭、鑽石項鏈都擋咗，最貴嘅一條翡翠項鏈喺彌敦道當鋪賣咗12萬。典當行老闆李先生透露，每次嚟都戴住頭巾，怕被記者認出，佢心裏肯定都唔好受啊。而鄭則仕嘅糖尿病正係喺呢段時期惡化。2004年3月，佢喺 TVB 錄影廠突然暈倒，送醫之後被診斷出血糖值超標3倍。醫生警告佢再唔控制飲食，右眼可能會失明。前 TVB 監製梅小青透露，但佢為咗還債，依然接拍《風塵三俠之功夫女》，每日只可以吃白飯配腐乳，營養嚴重不足，體重鬆270斤，暴跌至200斤。嗰瘦落嚟嘅身軀，好似被生活抽乾咗所有嘅精力，令人睇住就心疼。喺呢場艱難嘅困境入面，鄭則仕嘅妻子林燕明始終陪伴喺佢身邊，成為咗佢最堅強嘅後盾。嫁俾佢係上天安排，唔怪任何人。2025年11月25號，林燕明首次接受《東方日報》專訪時，手中握住一張泛黃嘅結婚照。照片入面，28歲嘅佢戴住鄭則仕用易拉罐拉環改製嘅戒指，笑靨如花，嗰係佢哋愛情最美好嘅見證。而如今，佢無名指上嘅婚戒早已換成塑料材質，真正嘅鑽戒喺2003年被當掉，用於支付女兒嘅大學學費。結婚36年嚟，我共變賣珠寶17次，每一次都好似鬆自己身上割下一塊肉。林燕明撫摸住空蕩蕩嘅首飾盒，眼中閃爍住淚光，包括母親遺留嘅清朝點翠頭飾，鄭則仕獲獎時贈送嘅勞力士女裝錶，以及女兒滿月時定製嘅足金長命鎖。最心疼嘅係嗰串南海珍珠，係鄭先生喺1996年憑3個受傷嘅警察拿影帝時買嘅。當時佢話等還清債務，再俾你買更好嘅。結果咁多年過去咗，債務仲未還清，而嗰串珍珠亦早已唔喺度啦。而鄭則仕對妻子嘅愧疚喺2020年武漢疫情時達到咗頂峰。當時佢剛還清債務，卻毅然捐出50萬港元。嗰日佢盯住銀行餘額睇咗半小時，然後話老婆，我哋再窮都唔可以窮良心。林燕明回憶起當時嘅情景，眼中滿係驕傲。其實嗰筆錢係我哋準備做試管嬰兒嘅，我哋一直想要個孩子，為咗還債，呢個願望一直未能實現，但佢都係毫不猶豫咁捐咗出去。我知道佢心裏都有苦，但佢總係將善良放喺第一位。喺鄭則仕陷入困境嘅過程入面， TVB 嘅態度令到佢感到無比心寒。2005年佢嚟 TVB 談復出，製片人直接話肥貓過時啦。前 TVB 藝人部總監杜之克透露，後來佢主動降片酬到每集2萬，都冇人用。佢曾經係 TVB 嘅功臣啊，為 TVB 帶嚟咁多經典嘅作品，點知喺落難嘅時候，卻遭到咁樣嘅冷遇。呢種落差喺2019年達到頂峰，當時鄭則仕為俾妻子治病，接拍 YOTV 網劇《地產仔》，片酬僅5萬港元，而同期 TVB 小生馬國明拍《白色強人2》嘅片酬係每集15萬。同樣係演員，點解差距就咁大呢？好多人不禁發出咁樣嘅疑問。更諷刺嘅係，2025年鄭則仕辟謠視頻發佈之後，TVB 官方僅以不回應藝人私事為由拒絕採訪，而其競爭對手 ViuTV 卻迅速拋出橄欖枝。我哋邀請鄭先生拍攝《肥貓歸來》，片酬係每集8萬，但佢要求先付30%定金。ViuTV 高層透露，佢話被坑過一次，唔可以再信口頭承諾，佢係被之前嘅經歷傷透咗心啊！喺呢個複雜嘅娛樂圈入面，佢不得不小心翼翼咁保護自己。
隨着債務嘅壓力越來越大，鄭則仕嘅身體都每況愈下。2025年10月，佢喺拍攝電影《聶金尤夫》時突然視力模糊，送醫之後被診斷出糖尿病視網膜病變3期。醫生警告佢，如果血糖再失控，右眼會喺3個月內失明。香港眼科醫院院長李志強透露，但佢為咗賺取醫藥費，依然堅持每日工作14小時，甚至喺片場偷偷注射胰島素。佢就好似一個唔知疲倦嘅戰士，為咗家庭，為咗生活，一直喺拼命咁戰鬥住。呢種拼命喺11月25號達到臨界點。當日佢喺錄製吐槽大會時突然暈倒，送醫之後發現血糖值高達28毫摩爾每升，正常值為3.9、6.1毫摩爾每升。佢昏迷前仲喺改劇本，話呢個角色要加一場哭呼，觀眾方會同情。現場工作人員透露，醒來後第一句話係問明天嘅通告仲喺唔喺啊？喺佢嘅心裏，工作就係佢生活嘅全部希望，佢唔敢有絲毫嘅懈怠。然而喺呢個黑暗嘅時刻，總有一些溫暖嘅光芒照亮住鄭則仕前行嘅道路。喺鄭則仕嘅至暗時刻，唯一伸出援手嘅係劉德華。2003年春節前，劉先生打電話話嚟我劇組檔製片，先預支你50萬。鄭則仕喺2025年11月20號嘅視頻中哽咽道：嗰筆錢我用嚟還咗張衛健嘅債。喺我最困難嘅時候，係劉德華拉咗我一把，令到我見到生活嘅希望。據劉德華經紀人透露，當時劉德華正喺拍攝《無間道3》，卻堅持鬆片酬入面拿出50萬幫助鄭則仕。花仔話：當年我窮嘅時候，鄭哥請我吃10元錢嘅飯，現在該我還啦。該經紀人回憶，後來佢仲介紹鄭則仕去內地拍葉問系列，每部片酬200萬，呢先令到佢慢慢翻身。劉德華真係一個重情重義嘅人，佢嘅呢份恩情，鄭則仕一輩子都唔會忘記。呢種恩義喺2025年再次延續。當鄭則仕因糖尿病住院時，劉德華不但承擔咗全部醫療費用，更派專人照顧其妻女。花仔話：鄭哥係我兄弟，佢嘅家人就係我嘅家人。林燕明透露，現在女兒喺英國讀書嘅費用都係劉先生贊助嘅。喺我哋最困難嘅時候，係劉德華一直陪伴喺我哋身邊，俾我哋支持同幫助，我哋真係唔知點樣感謝佢。隨着鄭則仕破產事件嘅持續發酵，網絡上嘅爭議都愈演愈烈。有網友爆料稱鄭則仕根本冇破產，佢喺深圳有3套房產，更有甚者稱林燕明變賣珠寶係假，實際轉移資產到海外。呢啲謠言就好似一把把利刃，再次刺痛咗鄭則仕一家人嘅心。呢啲全係謠言。2025年11月28號，鄭則仕委託律師發佈聲明，稱本人名下僅有深水埗劏房一處物業，且已抵押俾銀行。而林燕明亦喺採訪中展示咗自己嘅銀行流水，36年嚟，我每筆當鋪記錄都有單據轉移資產，我連買菜嘅發票都留住。我哋一直喺努力還債，從來冇諗過要逃避。更戲劇性嘅係，當年起訴鄭則仕嘅張衛健喺2025年11月30號突然發佈微博：30年前嘅事，我欠鄭哥一句對不起。條微博瞬間登上熱搜第一，引發咗網友們嘅熱議。而鄭則仕嘅回應則意味深長：過去嘅事就俾佢過去啦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難處，我都唔想再追究啦。佢嘅寬容同大度，令到好多人對佢更加敬佩。鄭則仕嘅遭遇，將香港個人破產制度嘅漏洞暴露無遺。根據現行法律，破產人需將所有資產交由受託人管理，且4年內唔可以擔任公司董事。但鄭先生呢種情況，明明係合夥人跑路導致嘅債務，卻要佢一人承擔。香港破產管理處前職員透露，更諷刺嘅係，佢申請綜援時，系統顯示佢係高收入人士，因為之前當過公司董事。呢令到佢喺申請救助嘅時候遇到好多困難。明明已經窮困潦倒，卻仲要被呢啲條條框框束縛住。而喺呢場人性博弈入面，
林燕明嘅選擇更引發社會熱議。有人問我點解唔離婚啊？我話離婚啦，佢連綜援都領唔到。佢撫摸住丈夫嘅病歷本，眼中滿係堅定。錢冇咗可以再賺，人冇咗就咩都冇啦。我哋一齊走過咁多年，經歷過咁多嘅風風雨雨，我唔會喺呢個時候離開佢。佢嘅呢份執着同堅守，令到人們見到愛情嘅力量同人性嘅美好。2025年12月1號，香港立法會就修訂個人破產法展開辯論。議員鄭浩明以鄭則仕為例，呼籲建立債務人保護機制，避免因一次失敗而終身受罰。佢嘅發言引起咗好多人嘅共鳴，大家紛紛表示應該對破產制度進行改革，令到嗰啲真正需要幫助嘅人能夠得到應有嘅支持。而場外，數百名市民舉住支持肥貓嘅標語，其中一位老人舉住1985年嘅何必有我海報，淚流滿面。佢演嘅肥貓，教會我哋點樣叫做善良。咁多年過去咗，佢依然係我哋心中嘅英雄，我哋唔可以俾佢再受委屈啦。如今，鄭則仕依然住喺深水埗嘅劏房入面，但牆上多咗張女兒送英國寄嚟嘅明信片。嗰明信片上寫住溫暖嘅話語，令到佢感受到女兒嘅思念同關愛。每日清晨5點，佢會準時出現喺街角茶餐廳，點一份凍檸茶加白飯，呢係佢30年嚟最奢侈嘅早餐。以前覺得影帝好風光，現在先明白，能夠活着見到明天嘅太陽，就係最大嘅幸福。佢摸住右眼嘅紗布，輕聲講道：嗰紗布下係佢同病魔抗爭嘅痕跡，亦係佢對生活不屈嘅象徵。而喺呢座不夜城嘅霓虹燈下，一個關於債務、恩義同人性嘅故事仍在繼續。或許正如鄭則仕喺2025年11月25號發佈嘅最後一條微博所寫：生活中冇對你溫柔，但你可以選擇溫柔咁對待生活。佢用自己嘅行動詮釋咗呢句話嘅真正含義，喺困境入面堅守，喺黑暗入面尋找光明。佢嘅故事將激勵住更多人勇敢咁面對生活嘅挑戰，用愛同善良去溫暖呢個世界。